陆小姐作对，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！龙帮主，既然龙帮主如此闪光，不如骑这匹大马。这会不会有点太大了？龙帮主，请。请。这不是阴城码头那个龙帮主吗？这是李大当家安排的邪剧吧？真下本啊！哎，龙帮主为什么这么帮他？现在龙帮主就住在丝绸庄里，没准以后就是夫妻档了。各位请回座吧。请。来，来，龙帮主怎么样？还行吧？来，坐，小心啊！这平日里啊，看水生哥风光罢免、大大咧咧的，想不到居然如此贴心，生活的如此细致。啊？你看啊，我虽然生活在五云阁吧，每天都跟那些姑子们混在一起，可我也想不起来要给自己抹个香什么的。可那是水生哥身上的味道，真奇特。此话怎讲？我一个大男人，怎么会用姑娘家的香水？既然水生哥不用，那就是李俊儿用的喽。你血口喷人！慌什么？没有真凭实据，我能这么肯定？你俩在仓库偷情，别以为我没有察觉。这李俊儿知道到货时间，你知道货单，齐正和胖妞约会，你帮他隐瞒，也许就知道了仓位。这么算来啊，金线丢失，你嫌疑最大。